如果你想做澳洲外貿生意嘅話呢，我而家話俾你聽啦。澳洲目前嘅人口大約有2500萬人口，人均嘅年消費呢其實係高達咗36000蚊澳元嘅。其實經濟佢個總額嘅量呢達到全球第12㗎啦。中國係澳洲最大嘅進口合作伙伴，呢個比例非常之高㗎。其實唔講你唔知，其實佢哋已經達到23%，緊隨住比起美國只係得11%嘅啫，日本係7%，咁仲有韓國同埋其他國家。中國嘅出口到澳大利亞呢嘅產品呢其實好多嘅，包括咗有一啲叫做電機啦、計數機、電子產品、服裝、紡織品、家私、快消品、玩具、運動產品等等，呢啲呢都係一個好大嘅市場。如果你想將你嘅產品賣到澳洲嘅話呢，其實有幾個渠道。第一個渠道就係線上渠道，第二個渠道就係線下有線下一啲叫做連鎖店嘅渠道啦 ，chain store 啦，跟住亦都會透過音啦、海外音做推廣啦，甚至乎亦都會可以透過展覽啦，可以令到更加多澳洲嘅商家可以了解到你，問你去購貨嘅。